好多時候咧同工友傾偈，了解到啲工友，特別係啲新嚟港嘅工友，冇辦法揾到合適嘅學校，俾仔女入學讀書。呢件事咧困擾住工友嘅心。我哋咧體會到好多工友嚟香港做地盤，從零開始，唔單單是為咗賺錢，更多嘅時候咧是為咗咧啲仔女能夠有好嘅發展前途。所以咧，我哋善美之家急工友所急，盡心盡力去協助工友們解決呢個揾學校嘅問題。有需要嘅工友可以嚟善美之家寫字樓聯絡。